来看伫台北的消息，台北市信义区有一个小姐坐桃园的计程车伫车顶休困，想不到精神时看到这司机伫甲头翕，当时烦恼讲会有危险，一直到落车进前，才请这个司机将这影片删掉。事后呢，甲客服中心呢投诉，不过回到拢是这些的消息，这些回应会感觉真生气，伊就伫社群网站提醒大家呢爱注意，唔通有人受害。律师是表示讲，若是讲司机无翕到这个女乘客温书的部位，就无构成妨害秘密罪，不过若造成对方无爽快，有可能构成性骚扰。你刚刚录了影片，你要删掉，不然会告你哦。坐桃园客运车坐甲真生气，原来就是因为小姐困去，醒起来煞发现司机伫咧家偷翕。司机点头讲会抬掉，小姐才落车离开。不过尾啊，甲服务专线投诉，煞敢若收到系统设定的消息。当时女乘客搭 Uber 正在后座休息睡觉，结果醒来时才发现司机正拿着手机对着她偷拍。代志就发生在台北市信义区一个查某业务员坐桃园客运车伫咧车顶小休一个，新闻高速叫司机摕导航的手机镜头伫咧家偷翕，当时已经有危险，直到落车才要求司机把影片抬掉。这样很不尊重，可是。如果司机这样子，我没有抵抗能力，就是要记得他的名字，然后跟下车要记得车牌，然后就之后自己再去警察局。我觉得还是，就算再累，我觉得还是要多少保持警戒。如果说偷拍女乘客不是隐私部位，而是造成女乘客感受到不舒服的话，有可能违反性骚扰防治法第12条的规定。律师讲，若是无翕到私密的部位，恐惊被构成刑责。不过，若是坐一个车上面休困，煞靠司机摕导航手机偷翕，有影会互人感觉真无爽快。加在民众每次有发现，敢会当讲民众坐车嘛是拢爱提高警觉。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